高雄大树区的河山里有51公顷的山坡地，可用来开发做供电场。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工了，厂商第二期的工程，煞甲规个山头的树仔拢撤掉。开发案离砖头嘛，敢若几百公顷尔，互当地民众是真烦恼哦。那雨水来造成土石流，因是要安怎办呢？目前厂商嘛已经先停工了。 2礼拜也无做，一定我要为家要安做。大树河山里居民大声表达不满，因为供电帮厂商将规个山头的树啊撤掉路平，准备要做第二期。工程上近的所在离砖头只有100多公尺，若是大雨来土石流规个放落来，要叫因走对倒位去？这本来是一个凹地，他们把这个山挖下来填平。你看这个松动的土能撑多久？一下起，像前年那个山头尾一下来的话。 你这个整个村庄就灭掉了。每期阮了解开，政府机关开发上侪是45度尔，内底第一期的开发案拢超过，这来现场看为90度，今迄个水土保持拢做了无够。等于说我的土地只能开发21%的光电，所以说根本没有说陡峭的问题，因为那个要做排水设施是整个面积去考量这个坡度的。 总面积51公顷的开发案，地方居民环境真侪解，一直拢无得到满意的答复。立委瓜志温16下晡带领员署甲市府官员到现场会勘，已经要求厂商全面停工。针对水土保持的部分先改善，市长陈其迈表示，因为施工无符合规定，市府各单已经稽查15摆，到5月份为止，拢总裁罚6摆，罚90万。市府会组成专案小组，展开全面调查。相关的这个施工规划以及计划不符的状况之下。 高雄市政府会要求能源署撤销它的营运许可，终止计划。市府表示，因为这个开发案是早期通过，无需要宽屏。不过开发面积已经超过17公顷，对环境甲居民的影响伤过大。市府会函文林员署，要求中央要重新审查开发案的计划书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仓报道。